毋是台语第2集。这篇文章是教育部用来教学生囡仔的教材。5月初3日 TVBS 有咧报，学生囡仔准备甲逐暗咧考。你知吗？教育部大部分是用白痴造句法咧找字，总共200字的文章，40字写毋对。照顶一集一字一字解说，讲甲期末考嘛讲袂完，爱换一个方法。咱先一字仔一字来看，看是伊白痴，也是我咧唬烂呢。我先整理做文字档，大家较方便看。咱一字一字来看，一开始，大家好，台语是讲大家好，亲像中文的主语、主格，有人讲主权的吗？遮尔简单的文法，专家袂晓。我是某人，今年几岁？这尾，哪有写吧？即马伊写这尾，即马是某国校几年仔的学生粒啊，粒使起来粒，囡仔安尼写。原兜代志，毋是我乱读，伊安尼写，我安尼读。即个原是即个原的古字。兜描写兜圈子的兜，弯兜安尼写。大我嘛袂晓写，先写字问号。字即个是照理的意思，照理爱安尼写。阮兜住伫彰化县某乡镇，厝里拢总厝。即个是如的意思，照理爱写厝郊的厝，厝里拢总，即个拢是动词，应该写副词的即个拢。拢总有几个人？有某人。阮阿爸的头路，阮阿爸的头路。即个出力的路，照理爱安尼写。阿爸的头路是啥物？伊逐工365工拢爱做工，真奇怪吼。但是我嘛毋知要安怎写。伊逐工几点的时阵应该落一字，但是一定嘛袂晓写时阵安尼写。几点的时阵就爱出门，毋是喜爱的爱，是必须的爱。就爱出门趁钱，即个是趁，共款走二边，正边是即个弹，合做伙才是趁钱的趁。电脑无资源，先安尼写。足辛苦啊，足辛苦的，伊写啊。咱先甲即句读一遍。阮阿母无但爱斗。欠家，搁爱拼厝内洗衫、扫涂搅、穿三顿煮食，毋是我乱读哦，伊安尼写，我安尼读。咱一字一字搁来看，一字一字来解，无要安怎？阮阿母无但不但，伊写无但不但爱，是必须的即个爱，爱斗。斗就是战斗，永远就一个即个意思尔。爱斗，欠是挟持的意思，应该是还家，伊写欠家，爱还家。过啊，即个是名词的过劳的过，应该写即个过继续的意思。过爱，过爱，就是必须的即个爱。拼。摒扫的摒，毋是拼厝内，咱拄仔讲过，厝郊的厝内洗衫、扫涂搅，花一鸟的搅，伊有法度讲是骹，但是即个骹安尼写，电脑无资源，放假的假，改足二边，先安尼写。
传三顿煮食。过来，我上爱食阿母煮的手路菜，毋是路边煮的菜啊，是用力煮的菜吧？手路菜，随梦成旧工，写啥物话啊？随袂正旧工吧？写正话的正，也是互你正的正，拢会使。虽袂正旧工，油无高，游园的游，应该是要讲也毋高吧？也毋高，看起来安怎？闻着芳讲讲，讲现的讲吗？怪怪，足声人的声吗？足声人啊，伊写啊，足声人的食起来安怎？过来洗喙，心烦累洗的洗，伊要讲刷喙，写洗喙，刷喙膏。卖手软的软摕来做卖，世间有一款代志，卖仔摕来做卖吧，搁卖外围，无是，毋是吧？毋是我咧食好斗相报，战斗去相报啦，斗相报，真正真照理是真正袂输。毋是输，袂输好，即个是依处依受的依，应该是即个好。电脑无支援，像安尼写，输互五粒星的餐厅的总铺师，这应该是伊无检查到的。我上介意，即个介是入声字，应该是要讲介意吧？我上介意食的水果是啥物？上介意介意，上介意食的菜蔬是啥物？上介意上介意食的肉类海味是啥物？因为阮老师有教过。食鱼食肉也着，即个是目睭看到的着，要有即个目啊着菜夹啊，菜夹伊嘛甲你写夹，菜夹教师的教会当读教册教，所以即个夹就是强的意思。菜夹，我的个性卡，即个比较的较，伊就甲你讲卡，我比巧妙的巧，是安尼写。我的个性较安怎做代志？毋是戆人想的即个代志，较会到会，较会安怎？较介意的。啥物？较无介意的，较无爱的。我的兴趣是，总算解完啊。还有几字绕沟无解着，做代志较会，即个是会，应该是讲较会安怎？会毋是会。过来。阮老师有教过，这毋是阮老师，是阮老师有教过。搁一个阿爸伊逐工伊，即个伊，这三字无解着，补起来。这就是教育部的文章需要改部分，你认为几分？是迄个好的学生较可怜，还是教育部台语老师较可怜？改好的教材全篇来读一遍。闽南语自我小解。大家好，我是某人，今年几岁？即嘛是某国校几年仔的学生囡仔。
阮兜住伫彰化县某乡镇，厝内拢总有几个人，有某人。阮阿爸的头路是啥物？伊逐工几点的时阵就爱安怎出门趁钱，足辛苦的。阮阿母不但爱斗换家，阁爱摒厝内洗衫、扫涂骹、传三顿食。我上爱食阿母煮的啥物手路菜，虽袂真够工，也毋过看起来安怎闻着香讲讲，足声人的，食起来安怎煞脆阁袂碍胃，毋是我咧食好斗相报，真正袂输互五粒星餐厅的总铺师哦。我上介意食的水果是啥物？上介意食的菜丝是啥物？上介意食的肉类是啥物？因为阮老师有教过，食鱼食肉也着菜价。我的个性较安怎，做代志较会安怎，较介意安怎，较无爱安怎。我的兴趣是啥物？会相信这马就是金马？请问伊的智商如何？包括教育部鉴定过的台语老师、电视台，包括公共电视台、台文作家，竟然有遮尔济所谓的专家，白痴到相信这马读金马？这毋是台语，为着杜绝白痴造句法成为主流，请认真分享这支影片，因宣传这马，咱宣传金马。